大家好，我係潮音嘅木木哥。今日咧，我係教大家個點歌機係點樣手動刪除歌曲嘅。首先咧，我哋呢部 KKH 國際版嘅點歌機，我哋入去歌名呢度可以單獨刪除一首歌，好似呢個水手嚇，我點呢度，跟住刪除歌曲。刪除嗰陣時咧，點1、2、3、4、5、6，確認佢就刪除緊。刪除完咧，佢啲歌仲喺度嘅，只不過係又變成咗一嚿雲啊！我哋而家入去，大家睇到啦，呢個水手係嘛，就變成一嚿雲。你再點咧，佢又去翻下載嗰度，去重新下載嘅啦。好，我哋而家退出，仲有一個咧喺呢個設置呢度咧有個歌庫管理密碼咧，就係1、2、3、4、5、6入去之後咧，呢度有個歌曲刪除入去。呢度有個歌名，歌名咧呢度咧，大家會睇到有國語、粵語、閩南語、英文。我哋入國語入去之後咧，就好多呢啲全部係下載好嘅歌。跟住我哋要點刪除咧？你可以逐首點，逐首點又得，又可以選擇本頁。選擇咗之後咧，呢度一頁咧就有12首，下一頁咧又選擇本頁，係嘛？你睇第一頁。第二頁加上嚟就24首歌，你就下一頁咧選擇本頁就36頁啦。跟住咧你就全部可以確定刪除咧，就將呢啲啱先選咗啲歌全部刪除。呢度係查控已選嘅。啱先我哋選咗3頁啊嘛，佢呢度係顯示嘅1/3、2/3、3/3就係3頁歌。睇睇你有冇揀錯咗唔要刪除嘅呢度可以清空鎖選，就係你如果呢個搞錯咗，你點一下大家睇睇，佢手動去點，佢呢啲就唔會刪除。清空鎖選就清空咗之後咧，大家睇到啦，就全部係清空咗啱先你選嘅。好，呢啲咧就係粵語咯，入去一樣咯，你睇睇要選擇邊啲粵語唔要直接選就得啦。閩南語、英文正常咧，我覺得大家會去選咧，就可能呢啲泰文你嗰啲覺得唔需要就清空咯咁樣就得噶啦。OK， 而家我哋退出，重新入去。除咗歌名咧，仲有歌星，好似你唔中意邊個歌星嘅嗰個歌曲啦求其一個啦小阿峰，你入去之後咧，我唔要，選擇本頁跟住咧選擇本頁，選咗之後咧，你就全部確定刪除，跟住咧撳確定，佢就會自動刪除嘅啦。呢個係通過歌星嚟刪除嘅。仲有一個咧就係排行榜入去之後咧你又可以選擇邊啲歌唔要。正常咧，我覺得大家刪除比較多就可能首先咧用語言咯，好似馬來語。因為我哋依家係下載好嘅馬來語係冇嘅，英文咧係有下載少少嘅所以咧你可以選擇好似國語你就可以睇到佢全部有出嚟所以咧根據你喜好去刪除啲歌曲，仲有啲新歌舞曲呢啲係嘛，大家可以選擇。所以咧，我覺得比較有用嘅咧，首先應該係通過歌星係嘛，歌星或者係呢個排行榜入邊嘅咧通過啲語言選擇啲語言嚟刪除咯，呢兩個係比較常用嘅咯仲有啲高清分類咯好似分類就好多啦大家可能唔中意啲小版係嘛，上升小版不過我哋全部都係冇下載嘅啦。好，我哋依家大家睇到啦，我介紹咧就係點樣手動刪歌咧，就全部介紹完畢噶啦。仲有咧，其實我係建議大家唔需要去手動刪除啦，因為我哋呢個係有自動刪除歌曲嘅功能，就係佢啲 hard disk 滿咗之後咧，佢自動刪除最冷門嘅100首歌。刪除之後咧，佢啲就釋放空間出嚟俾你繼續下載。所以咧，我哋呢個機係唔存在話你經啲歌曲唔夠，除非你可能真係識唱1萬首歌以上啦，就唔夠，好嘛？OK， 好，今期就介紹到呢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唔該晒，拜拜。